续要来看的是台中沙鹿大肚山彰透暝，这个天空一直死呐，出现着一团的火光，但是拢无单位讲，互人抓准是高压电塔出状况，或者是咧放烟火。台中气象站来解说讲，因为天气对流旺盛，一直出现着死呐，但是拢集中伫咧南投的山区，因为离台中近远，这个声波阁比光速较慢，才会出现这款的状况。一看过大肚山顶有火光，一直伫天顶咧死。死人一直死超过半点钟，却听无单位讲的声音，互民众抓准讲是附近的高压电塔出状况。一直没有间断的像球状的闪电一直冒上来，间隔大概2-3秒就一次，2-3秒就一次。这边是蛮多的高压电塔，一度认为是放烟火。高画面翕落厝住伫沙鹿的单线生公，食到60岁，罕得看到有死人无雷声的状况。唔那沿海地区看到，台中市区嘛有民众看到。是晚上的时候有闪电，就是往太平那个方向看有闪电。闪电，然后就是闪一下这样。外面的天气状况又是很好的这样。其实我自己蛮害怕闪电的。是安怎会出现这么多死人，却无听到雷声？台中气象站主任讲，因为昨下晡台中南投苗栗地区乌卡分站的对流真旺，才会出现放电的现象。不过死人的所在伫南投山区，离台中真远，声音咧传的速度较慢，台中民众才会听无雷声。如果说在南投山区离那个大肚沙鹿那边山区啊，可能距离遥远，然后声波的那个传播速度本来它就会速度就比较慢，然后可能会受到障碍物什么一些减缓，所以民众在那个大肚山区那边只看到闪电，没有听到那个雷声。气象站嘛解说，安尼状况常常发生伫热天云系对流较旺的时阵，搁看一摆真成球形的火光，伫山头出现，却无听到雷声，嘛互人看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。